声音一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OK， 好。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你今日任耶和华为你的上帝，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任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吹号角。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殿，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充满了欢喜快乐。主啊，也愿你顾念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诸般不义，再次的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
主啊，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如同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前面，仗着标杆直跑。因此，我们存感谢的心，感谢过去的一年在疫情的环境下，仍然得到主的保守，赐下平安。也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放下旧的一切不好的埋怨、不满，用新的盼望面对新的一年。我们愿意改变，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借着读经祷告，多亲近你，装备自己，也参与教会的服事。也愿你使我们刚强壮胆，从年初就立志，愿意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把今天的讲台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求你释放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力，弟兄姐妹得到安慰跟借力。今天的圣餐礼仪也仰望在你的手中，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2首，我们唱全首。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生子，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为主，他已成就大事荣。赎罪完全救恩，主宝血供许，见选择的永生，真理启示人。只要我做罪人，真心接纳主，已经信靠耶稣，你蒙得饶恕。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荣。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接生子耶稣，我们得他欢喜。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的天主面可等满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荣。请弟兄姐妹站立，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
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接下来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第12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哪，你要赞美你的上帝。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伞，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恶患搬起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撒灰如乳灰。他之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担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们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接下来有一段公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来祷告，求主纪念。我们要为着中东国家以色列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我们要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南郊区台南卫理堂献上祷告，为六天会牧师以及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还有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以及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使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及政策，整个国家人民能够因此而蒙福。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还有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我们再次为第一线的工作的医疗人员还有军警人员身心健康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的工作都顺利。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经课的时间，我们请赵鼎弟兄来为我们读耶利米书还有约翰一书。经课第一处在耶利米书31章7到14节，旧约圣经877页。耶利米书31章7到14节，旧约877页。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羊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羔羊、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经课第二处在约翰福音第1章10到18节，新约圣经100页。约翰福音1章10到18节，新约圣经100页。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少廷弟兄。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在新约211页，由诗会来读这一段。第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接下来我们是诗班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天父恩典真正大。谢谢诗班。接下来争道，我们请我们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属天的财产证明。感谢主，让我们在我们的2022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
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年新的开始，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美好的连结。特别我们卫理公会在每一年的第一周，我们都是叫做立约礼拜。那因为刚好最近就是连假的时间哈，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要去过年过节，所以我们就立约礼拜我们改在下一周的时间来举行。但是基本上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个事情是，这是我们卫理中的传统，在一年的第一周的第一个礼拜天，是我们跟上帝的立约礼拜，也就是我们重新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立志跟立愿。那这个立志跟立愿，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年立志跟立愿我们都一定会做得到，因为很多人常常会到年底的时候就会懊悔这一年又是没有做到。但是没有关系，不用为了好像你在这一年当中的立志跟立愿，到年底可能会有一些的懊悔，至少你是往对的方向走，不是往错误的方向走。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虽然也许我们不一定可以达得到那个标准，但是至少我们是往那个方向走是对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圣洁当作是一个好像是给自己的一个压迫，其实是圣洁是让我们往这个方向，往上帝的方向来走，即使是慢慢走，仍然我们是走在对的路径上面。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让我们走在对的方向的里面。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一样不晓得大家在昨天元旦的时候你的这个元旦假期是怎么样来经过跟经历的？也许有的人去度假，也许有的人去一些景点的地方，那有的人可能比较辛苦，可能元旦还是要加班上班那可能也许有很多的事情，也许每一天我们都在进行，都在做。那昨天我跟师母我们好不容易利用一个假期，所以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家里面做一些的整理然后做一些的清理，整顿一下，因为很久没有整理它。然后边拖地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要去整理家里，把家里面清理干净。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有时间清理跟整理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干净的地方，然后迎接主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居住。各位八福里面有一个福气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清心的人在台语的圣经里面叫做清气心肝的人，清心的人叫做心里清洁干净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在工作的当中做家事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透过家事的当中，我们可以祷告上帝。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时候，不算古代，比较早期的时候，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会用生活上的各样的方式来成为他们的祷告。以前我们比较没有电灯，以前早期的人他们没有电灯，他们都是点蜡烛的。所以曾经我看过有一个图像是这样，当他点烛的时候，他会在那里祷告说，上帝愿你的光照耀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的黑暗能够除去。当你去井里打水的时候，他说，上帝你的话就像水一样，使我得到滋润跟干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要一个像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这样的机会，好像这样才叫做敬虔。当然我相信这也是很敬虔的方式，但是我期待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是结合的。也许我们祷告不用5分钟，但是没有5分钟不祷告的。听得懂意思吗？祷告也许你不用很长的时间，也许你可能2-3分钟就祷告完，但是你每5分钟就可以祷告，你每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成为你的祷告。当你在唱诗的时候，主啊，这个诗歌是献给你的，主啊，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为你而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的祷告。没5分钟不祷告，但是祷告也不用5分钟。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成为祷告的时间。不一定你要在什么样的地方才叫做祷告，你在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成为你的祷告的时间。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这样现在千万不要介意，但是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姑且说他叫小英好了小英去这个买东西，然后去买东西的时候，这个店员找错钱了，老板找错钱了
啊，他就回去老板那边说，老板，你刚刚找错钱了，多了200块。然后这个老板他就跟他讲说，跟这个年轻人跟小英讲说，这个我们这边是货物寄出，概不退还的，所以你刚刚在这边算钱的时候，你又没有算好啊，你怎么知道这个钱是我这个跟你拿走了呢？所以这个你既然没有算的话那我就这个我们都不算数的。好，所以这个小英后来就跟这个老板说，好，那老板，那你多找我200块，我就不还给你了。听得懂意思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太急，有时候搞不好你找错钱，不一定是你占便宜，有时候搞不好是你亏了也不一定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在金钱的使用上，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别人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有可能都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在考验我们的诚实。真的有一次我在桃园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桃园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晚上去这个卖场去买东西，然后真的店员找错钱了。那找错钱的时候，我本来是看一看说，真的多了300块钱，然后想说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收回来，还是要还给这个收银员？后来我就拿去收银台那边还给了收银员，说对不起，你刚刚多找了300块，我还给你。你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的对你的肯定跟称赞是很慢的，其实上帝有时候很及时的就会给你称赞。结果在这个收银台旁边有一个看起来长相很像一个流氓的一个男生他看到我还钱给这个收银员的时候，他居然称赞我了。他说：“哇，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愿意把多余的钱再还给人家的，你是第一个我看到的。”我说：“哇，天哪！上帝给的称赞真快啊！上帝透过别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诚实的称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上帝的称赞不会很快的临到，但是上帝的责备也会很快的临到。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醒当上帝透过别人来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而我们如果做对的事情，上帝也不会吝啬透过别人来称赞我们。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要给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美好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祷文，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相当的重要。那为什么也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圣桌的颜色，还有跟牧师今天的佩戴有关系？今天我们叫做这个主显日在这一周当中叫做主显日，意思就是基督显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用白色来代表这样的方式。白色代表基督的临在，也代表基督的这个特质跟本性。基督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用白色来作为代表。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节庆里面会用一些颜色来节期，会用一些颜色来做一些的表示跟表征。那今天我们看的圣经里面跟这段圣经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是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可以看到主显在我们的身上，主显在我们的里面有何等大的这样的祝福跟恩典。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以弗所书这本书各位，以弗所书这本书是监狱书信。各位只要看到有监狱书信，就知道这个就是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保罗在监狱里面总共写了3封的书信，有一封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读过的，叫做哥罗西书；另外一卷叫做我们今天要读的以弗所书；还有另外一卷就是腓立比书。这3卷书都叫做监狱书信。那为什么叫监狱书信？监狱书信就是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闲来没事写一写，然后给教会来提醒或是帮助教会的。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被受限了，或是好像你不能够自由的时候，你就帮不了别人。保罗在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自由身，他没有办法去自由的去做教导，但是他仍然可以运用他可以用的方式
去教导当时的教会，去帮助当时的教会，去解决当时教会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书信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过去的人没有办法用一些的像我们现在的这些的设备，网络或者是这个电话，但是他们用书信的方式，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以运用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更何况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这些的设备可以使用。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更多，可以安慰别人更多，可以能够做的事情可以更多。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小看上帝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所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给的祝福，在这个时代里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写的时候，是他正在关在监狱里面，是不自由的时候。然而他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在开头的时候，除了他给这个写给当地人的祝福以外，他开头的时候讲了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的圣经，一起念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曾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曾是过去完成式，意思就是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上帝早就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准备好要来给我们的。各位，卫理宗里面我们有神学上面我们有3个恩典，是我们在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3个恩典都显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恩典叫做预设的恩典，预设的恩典就是上帝预先准备好了。上帝什么时候准备好？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准备好的。所以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预先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一个属灵的福气，是一个属天的福气，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上帝乐意祝福人，让人可以领受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看到的是那个有形的祝福，而不是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属灵的祝福。各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雅各。雅各他是旧约里面的雅各，不是新约的雅各。旧约里面的雅各，他的哥哥叫做以扫，然后他的爸爸叫做以撒。好，各位知道雅各的故事。雅各他是一个台语叫做干跳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奸诈狡猾的人。他为了要得到父亲的祝福，是不择手段的。各位，你知道当时的人认为说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那个表示这个在家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雅各的脑筋原本也是这样，他期待能够从父亲那里得着这样的产业的祝福。但是当他去化妆成他的哥哥，化妆成他的哥哥的样式，去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之后，是不是父亲的财产就留给了他了？其实并没有。各位，当以撒为雅各祝福之后，雅各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拿到土地田产，不是拿到那个财产说明，或是拿到那个证明说哦，我有父亲的产业，没有。他反而去做了什么？逃命啊！他逃到哪里？逃到舅舅家里面去，逃了20年的时间，躲避他的哥哥。亲爱的弟兄姐妹，逃了20年的雅各，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的财产已经比他的父亲要更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那个看得见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要那个看不见的祝福。然而上帝给雅各的却是那个看不见的祝福。上帝让雅各能够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能够透过他的聪明，也透过上帝给他的智慧，能够去赚取更多的金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留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或是给自己的家人。其实最重要的东西要留的是属天跟属灵的祝福，而不是只是看得见的财产，或是留得下来的这些的土地。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看得见的都会过去，唯有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好，所以上帝为我们
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在这里提到说，这个救恩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所有的人所预备，不管我们是贩夫走卒，或者是我们是高官贵族，上帝都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只要我们愿意领受、愿意相信的人，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些的救恩。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在属灵的福气上面，他说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设了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4节就提到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预备了。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预设的恩典。上帝给我们在预先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要让我们在基督里被上帝拣选，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瑕疵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样的提醒，他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在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不是根据我们信心的大小。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我们信心大，所以好像得到的恩典就更多，信心小就没有，不是。在创世以前，上帝早就已经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而且是根基在我们所信的对象，永远都是基督的宝血。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所以，不管我们的信心大或小，今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个得救的恩典，上帝透过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要来赐给我们。所以除了透过这样的一个创世之前的一个预设的恩典，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能够有称义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在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的圣经，一起念来。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透过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所以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承受产业的人，必须是这个人的儿子才能够成为承受产业的。谁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透过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好让我们能够来预备来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跟产业。所以他说，又因爱我们，又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信我们都可以成为承受产业的，因着信我们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能够承受这个属天的祝福。所以上帝给我们预设的恩典，也同时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称义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8章14节，这里更清楚的提到谁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来看一下8章14节，一起念来。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圣灵来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被圣灵来引导，那么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你的基督徒生活，你不是被圣灵来引导的，那么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是否是被上帝的灵来引导的？他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来做礼拜，千万不要以为礼拜天你来到这边来荣光堂做礼拜，来教会里面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不一定，有的人来这边他还不是上帝的儿子。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让圣灵来引导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去
认识的。好，所以第7节我们来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称义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7节，一起念第7节，一起念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这个叫预设的恩典。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叫做称义的恩典。所以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着罪得赦免，就是称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样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得着罪得赦免的人生。所以我们就不在罪的里面，凡在基督里的，就不是在罪的里面。所以基督教的本质，这个提姆凯勒牧师说，基督教的本质是因恩典而带来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常讲的。然而恩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恩典是上帝的主动，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去追求那样的东西，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基督教的本质是因恩典而带来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去换些什么。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好像上帝的手很短，脚很短，好像是我们要服侍上帝才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其实不是，上帝早就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接受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恩典。今天没有跟诗班套过，但是今天的诗歌就是天杯稳定真正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恩典。第8节，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这恩典是什么？第8节一起念来。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是他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人无法用自己的功德，用自己的做法，用自己的能力去换取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个赏是上帝的主动，而不是我们的去交换的，或是我们的主动，并不是，而是上帝的主动。上帝把这个恩典透过他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所以罪在哪里，耶稣就在那里随时的预备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称义的恩典，这个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在世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称义的恩典。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天使在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给他取名的时候，给耶稣取名的时候，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罪在哪里，耶稣就在那里预备了拯救。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如果信主了之后，有些人会说我信主了，万一我犯罪了怎么办？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我们不能保证每一天我们都处在无罪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在哪里，罪在哪里，耶稣的赦免跟恩典也就在那里。上帝预备了这样的拯救跟救恩，随时预备这样的救恩，让我们透过它能够得着罪得赦免。好，所以12节，我们来看一下12节，一起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可以成为称义，被上帝称为义的这样的人。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跟辖制，因为赦免的恩已经临到我们。所以3个恩典里面，前面讲了预设的恩典，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透过第2个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这个叫称义的恩典。第3个恩典就将要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确据的东西，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不是没有确定的感的，而是一个很真实的确定。我们来看一下第1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的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的这个应许或是恩典是有记号的。谁给我们这个记号？就是圣灵的印记。13节他说：既因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表明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确实的跟确定的，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也是确实跟确定的。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这样提醒他说，圣灵会把我们需要知道的，约翰福音里面他说圣灵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来教导我们，他所教导的都是真理，没有谎言。所以上帝透过圣灵把真实赐给我们，真理这里又可以翻译成真实就是上帝把真实给我们。所以上帝把他的应许真实的透过圣灵来赏赐在我们的当中。他说圣灵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来教导我们，并且他要教导的都是真理，并没有说谎的。透过圣灵，我们知道上帝所说的话，他的应许都是真实而且是实在的。所以他说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跟印记，就是我们是属上帝的，而且我们是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从上帝创世以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设的恩典，上帝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最后上帝要给我们这个成圣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真实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能够成为一个成圣的人。这个成圣的恩典也是上帝要透过圣灵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个圣灵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印记。我看过有一份资料是这样，以前在古代希腊或是罗马时期，如果这个人他要买一样东西要买回家的时候，如果这样东西很大，或是这个东西的量是很多的，那通常这个人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在那个包装上面会用那个蜡封在封口上，封在封口上的时候，然后用一个戳章会在上面盖章，然后盖了之后就封口就封起来，意思说这个就是属于谁家里的东西，那个印章上面会刻上这是谁家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买了这个东西，我盖上了我的章，那么店家就不能再把这个东西再转卖给别人，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是把它挪到别的地方，这个就是永远属于那个盖章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给我们印记表示什么？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盖了章，我们永永远远是属于上帝的家里的人，我们永永远远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永永远远得着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这个恩典的应许是永永远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永永远远就表示这个章盖了，上帝要说这个就是永远是属于我的。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我们是上帝的产业，意思就是我们是属上帝的，因为上帝已经盖了章，印章在这个上面，我们是属上帝的。所以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真理的圣灵让我们进入神的真实的里面，上帝要透过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真实，我们要得的这样的产业是真实而且是实在的。所以成圣的恩典是上帝透过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的生活是活在神的真实的里面。所以14节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确据。14节我们来看一下14节，一起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意思就是更清楚的说明说，圣灵就是一个证明什么？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凭据，就是我可以拿到这个产业。所以他说原文又叫做值，意思就是好像你有这样的一个抵押品，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确据，就是我有这样的确定，你一定会给我这个东西。等到什么？等到他说上帝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还要暂时等候，因为上帝的子民都要被赎回来之后，那么上帝就要在这个当中把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我们就完完全全是属上帝的。所以圣灵好像是一个凭据，好像是一个证明，说我们已经是属上帝的。但是我们还要在一段时间等候上帝的工作完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得着这个完全了。所以他说，使他的荣耀，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引导赐下能力，透过圣灵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爱主所爱，受安慰，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最后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叫做成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凭据跟应许。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3个恩典我们需要去看到的。第一个是上帝预设的恩典，第二个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称义赦罪的恩典，第3个叫做成圣的恩典。所以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以我们的心为居所，并且使我们的心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情感来源，包括我们能够这样的信靠上帝、爱上帝，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跟他所做的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爱上帝，今天我们能够喜欢读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能够喜欢祷告，这个不是我们的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所以在创造世界以前，上帝早就已经把这个恩典预备好了，要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所以上帝拯救我们，并且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这样的一个预备了。所以人被称义的恩典是从信靠耶稣基督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或是用我们的功德，或是用我们的一些的好处去换取。上帝早就已经给我们，在创世以前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应许。所以福音不是我要做什么，刚提到的不是上帝手很短脚很短，我要去帮他做什么，不是。福音不是我要去帮上帝做什么，而是要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做一个新的做法，不再是我要为上帝做什么，而是我要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让圣灵引导你，让你走在上帝恩典的路上，看到上帝为你做的，而不是你要为上帝做些什么。第二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临到我们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称义的恩典，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上帝已经赐下给我们爱跟恩典，所以千万不要再说我没有，其实我们拥有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最美好的丰富，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临到我们了。所以罗马书4章20节说，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到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上帝所应许的没有一样不成就的，上帝所应许的也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来洁净我们，赐福给我们，上帝给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凭据。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所有的这样的宝贵的应许，我们照他的旨意来侍奉敬拜，并且他要给我们施恩，他要使我们得到洁净，得着这样的赐福。第三个，我们会看到圣灵帮助我们有救恩的确据。我们要知道救恩的确据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盖上了印记，所以圣灵会供应我们跟随基督跟顺服基督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成圣的恩典透过圣灵来赐给了我们。所以圣灵要彰显的是上帝，是圣子圣父，而不是自己。所以圣灵要彰显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要彰显圣父跟圣子。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灵显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更能够荣耀圣父跟圣子，而不是夸口自己什么。所以圣灵来在我们的身上，要为主来做见证的。
在我们身上施行一切的拯救和我们这些的恩典，这个是成就的圣洁蒙上帝悦纳的工作，都是由于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与我们同工的缘故，否则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在恩典的当中，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合乎上帝所喜悦的。好，所以最后结论的地方也一样，他说圣灵叫人想起基督的应许，在我们心里荣耀基督，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证我们是属灵，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直得到得赎的日子，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安慰并且高摩我们，正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我们祈求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圣灵的凭据在我们里面，在这一年当中，让我们更有确定跟确据上帝给我们的3个大的恩典：预设的恩典、称义赦罪的恩典，最后还有成圣的恩典，让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过成圣的生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使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来与你有美好的连结，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格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不能做什么。这恩典是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领受这白白的恩典，并且也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上帝。祝福我们在今天领受你的祝福，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去经历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看到上帝要为我们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分享，把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真理分享出来。虽然它是我们白白得来，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记住，就是说，这个救恩呢，其实是有人付的代价，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这样子的救恩付了死的代价。好，那我们就把今天的金句我们读2遍，以弗所书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以弗所书1章14节。好，接下来是圣餐。今天圣餐等一下就是我先报告一下，等一下用完的这个圣杯就把那个空杯就放在这个椅子前面那个架子上就可以了。今天那个同工不会去收取的，之后才会收取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翻开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来唱第1段，与主合一。主身体为我伤，主宝血为我流，因为爱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我真理，主亲自立真美，我知道这明美，与主合一。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领受在这一年开始的第1次的圣餐礼拜。今天早上在预备的时候，其实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样的好，或是我们能够行出什么样的善行，全然是上帝的恩典。很多人以为说牧师的身上的这个袍子上面的圣带好像是一个装饰，
因为有很多的宗教信仰，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装饰，好像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饰品，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服装上的一个配件啊，象征，好像认为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但是各位其实要知道说，这个圣带它不是代表一个漂亮的东西，这个圣带它其实是在代表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恶。上帝把他的恶放在他所要用的这个动物的身上，比如说牛或者是马这些的东西，让他能够为主而效力。这是古代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会把恶放在牛或马的身上，让他能够套在身上来为他的主人来效力。它也代表一个事情是，这个牛或马它必须是要顺服的。如果它是一个暴跳的，或是它没有经过训练的，它恐怕没有办法走在对的路上，它恐怕没有办法来达成主人的目标，或是主人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圣带的华丽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做的，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服装上的一个什么样的标记，而是它是一个提醒，这是上帝的恶，是挂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去执行上帝的工作。我们在早上的号角队，他们在吹角的时候，各位如果注意到，他们的肩上也带着这样的一块布。虽然它不是圣带，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那个是一个祷告巾，表示祷告的人他要把这块布披在头上，上面有蓝白相间的穗子，他的提醒就是要记得你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不再去提醒它，当我们不再去说它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装饰，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好像看得到的服装上的一个东西，其实它都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都在代表我们应当谨慎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自己是谁，也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上帝给我们的恶下去做服事的工作。不顺服的牛或马是不能够工作的。所以恶披上去其实不是一件舒服的东西，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是当那个动物它愿意挂上那个恶的时候，它就能够为主来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上帝透过一些的事情在训练我们、熬练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器皿，能够为上帝所用。也许你的才能很好，也许你的工作能力很强，但是不愿意被上帝用的，上帝就无法用它。愿上帝帮助我们，愿意被上帝用，只有在顺服的里面。有一个寓言的故事，我想各位有听过。以前有一个故事叫《伊索寓言》，《伊索寓言》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匹驴子，身上驮着一个神明，当他所经过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匍在那里拜他，他就开始骄傲了起来。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拜我，我好像神一样。结果他的主人扒他的头，说：“你要记得，是因为神明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请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做什么好的，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今天的圣餐礼拜。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
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起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我们请陪餐的同工请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用圣餐包的方式，里面有饼跟葡萄汁，这些都是已经套好的，那很安全的。我们会请我们的服侍的同工会来到台前来服侍。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有同工会帮大家来喷上酒精，让大家可以拿的时候也是安全的。那但是要请大家配合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等一下我们发的时候，你是已经信主的，而且已经领洗并且能够预备好自己要在我们当中要来一起领这个圣餐的，等一下我们就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直接站立起来，然后我们要来领这个饼跟杯。然后我们会让我们的同工先帮大家喷上酒精之后，然后把饼跟杯来发给大家。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完之后，我们就坐下来在我们的位置上预备好，等大家都领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打开饼跟杯来使用。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无论我们是从哪个教会来，或者是我们以前过去是什么样的背景，只要我们已经信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来领受饼杯。
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然后我们要预备来领受这个饼跟杯。起不出来。不要等一下我们就沿这样两个放下去。楼上是谁？跟四楼，跟四楼。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请我们站立在我们的位置上，然后等候我们的同工分配饼下去，还有杯。我们拿了饼杯之后，我们就坐下来，好让我们的同工能够分辨哪些人还没有领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拿到了饼杯，就请你坐下来，预备好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在这当中，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愿上帝来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一年当中，好让我们能够与主有美好的立约，使我们能够有清洁无愧的良心来到主的圣桌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在基督里共用一个饼，共用一个杯，代表的意义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或许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不合一的地方。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圣餐的这样的施行，让我们连结在基督里，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如果你还没有领到，请你仍然站立，我们的同工会分到你这里来。那如果你已经领到，就请你坐下来，好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分辨你已经领到了。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所领受的是从上帝那里来极大的恩典跟祝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后面还有需要，还没有领到的，请跟我们的同工们反映一下。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那我们就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记得口罩要拿下来，要不然塞不进去了。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没关系，难撕的话很难撕开来，慢慢来哈，不用紧张，我们可以等大家。感谢主，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也用不同的方式来领受圣餐。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因时因地因不同的状况，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但是精神上是不变的。我们领受饼杯，就是领受基督的身体跟宝血。好，请我们一起来读
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念这段的祷文，一起念来。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拜到这里。回应诗歌，让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来唱第2段。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的意思，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也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丰盛的恩典。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一生的道路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意跟从你的脚步行。主啊，这个时间我们也把我们从你那里所得到的恩典奉献一部分用在圣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请坐。无安拆迁礼，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第2次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问安。
消息，还有子弟消息。今天是圣诞节的后的第2个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的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主日后11点半，在201教室要召开1月的小组长会议，请同工准时参加。另外第6项，郝文章牧师的追思告别礼拜，将于周六，就是这个礼拜6了，1月8号的上午9点钟在荣光堂举行。愿意参加的，请注意安排时间。那我们也是要为家属来关心祷告。下周日是1月9号本堂要举行国台语的联合礼拜，有执事的立约诗班，还有儿主教士的受职，也有红本门徒的课程结业要举办的这个受证书的典礼，所以请弟兄姐妹预备起来参加。当天呢是在12点30分，在6楼召开1月的执事会议，请执事们要预留时间要参加。另外就是6楼的规划已经开始大部分的完成了，请大家自行参与我们还需要一些就是说奉献，请为这个祷告。第11项，卫理神学院的研究员的新的学期要开的课程是神学导论课程。如果是有关心神学教育的，或者是本堂延伸神学教育的弟兄姐妹，就请参加或者为这个祷告。另外就是在2022年3月7号到9号。我们教会有办一个马祖探宣的这样子的活动。因为这个马祖探宣报名的时间还有订机票这些事情都要提早，所以说今天是最后的截止的时间了。如果是有愿意参加的，请把握今天。我想这个行程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可以借着到外地来看一下当地的一些福音的状况那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请大家把握机会。另外就是肢体消息的部分，继续的请未打疫苗的会友在试打过程中平安，也为着他们有好的身体来抵抗力来祷告。也为着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请大家自行参阅。牧师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是联合崇拜所以我们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会跟我们一起做礼拜。因为很难得，我们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今年我们有2次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礼拜，在1月9号我们的立约礼拜，还有1月30号的这个过旧历年前的一个联合礼拜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把握时间跟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有美好的连结因为我们的时间上有错开，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我们台语堂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在1楼的副堂这边，他们早上8点半就有聚会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多一些的联系跟连结，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体的，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做礼拜。还有就是1月8号郝牧师的丧礼，我们是9点半就会准时开始，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尽量能够让来的来宾能够尽量在他们的位置上面还有他们所要停的车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请我们能够发挥爱心让我们尽量让教会的这个停车的场地尽量是让这个来的来宾来停用。我们的话，请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停在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隔壁的天主堂，感谢主，他们也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停放车辆所以请大家在停放车辆的时候，请稍微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有很多的来宾来，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注意到有些是新朋友或者是第一次看到的，可以多询问一下，然后来安排他们的座位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做一下这个协助跟帮忙。我们的好牧师是我们荣光堂的前3位的牧者虽然不是第一个，但是是前3的牧者。那他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的贡献。那96岁离开，那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这一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跟劳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会堂跟我们这样的光景，都是在过去的前人他们所努力下的，所以我们也会这样来纪念。那我们的马祖的探宣，我们只剩下不到4个名额了所以请弟兄姐妹尽快的在中午以前，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愿意去关心我们在边乡的教会，那请赶快来报名，只剩下不到4个名额，所以请弟兄姐妹尽快来把握这样的时间以上，谢谢。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在2022年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我们过去蒙你保守，这一年开始，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有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请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代祷。有病痛跟忧伤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台前来，牧师为你们祷告。